眼袋突出，成日睇落好似好攰咁。喺香港做過機同埋查過好多眼霜，都係解決唔到個問題。咁睇到 Endoleaf 光纖去眼袋係新一代去眼袋金標準技術，係唔使開刀去眼袋嘅升級版，咁咪嚟了解下咯。入醫院咧，好多香港人喺度等緊治療。呢度係得到羅湖區衛生部門評選嘅醫療質量 A 級單位。咁樣我覺得呢間醫院咧係比較正規嘅，所以我都好放心。呢度走廊乾淨，環境溫馨，非常嚴謹專業，手術室又整潔，令人放心好多。醫生嘅手勢肯定係最關鍵嘅。龔蒙石南醫生喺南方醫科大學臨床外科畢業，2011年開始到而家有15年嘅經驗，係專門做光纖技術，仲有3項國家專利技術，係中華區光纖嘅技術導師。蒙醫生對成個診斷過程好有耐心咁清楚講晒俾我聽，所以我就下定決心去做呢個治療。治療費用同埋線上價格係一致嘅，冇其他隱形消費，所以一定要俾好評。沒有很痛吧？沒有，有一點點。一點點啊。那我就